一斗钱了呢。 800、800、800、700、800、800、他不会走对了，他走对是了。去给他广州的大败高压给就很明显就是红队会赢。里面抢夺吼，信上都会走吼，我们是老师级的。很多从头哈也增强免疫力。要听药师的话，因为药师都会做出来时间是先顾到什么？营养、健康。你有没有觉得元香姐讲话有条有理的？你也走按庆半个信上呢？怎么点谁呢？不要发抖，不要发抖。 鼠母赢准啊，伯姐。怎么样？你刚才的手还好吗？哎，摸溜血，摸溜液哈。现在狂给偏动脑耶。来了，这边要发出一些声音，对，你们就过来了啦。江湖在走，镜头要有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跳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美麗嘅中南亞島邊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提前呢來先來分享到劉雪玲劉師傅。兩位主持人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劉師傅吼，哇，你兩隻今年吼姐妹裝哦，對啊，母女裝啦。哦，還有吼我們的兄弟哦，我們的。 差一點講徐玉峰，某阿並購，盧準並盧師傅，大家好，盧師傅你好。今日來到菜天中南亞島邊嘅，向到黑岸宮，黑岸宮嘅島邊嘅新豐嘅係啊嘅北宮，啊頭擺以前嘅唐宮啊，人家好因為有客家嘢素材就會擺北宮，包括呢佢係用北宮來做一嘅分街哦，古時候連買都係買土地嘅時節，契約書當中，都會看得出北宮做一嘅地界，所以看得出來北宮吼對客家鄉親嘅信度係。 非常重要誒！我們超級愛聊，不過對於客家信用來講係十分的重要。好，沙田好人呢，先來分享到今年的產水炸，我們這邊是雙美哦，哎呦，很厲害了，超美的。好，好來分享到係閩南個老友米記，分享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哇，感情當好哦。嘿，還有咱最後今年我分享到係阿姑老出五吼，老人鄉老偉，歡迎。 哇，美非常正哈！啊，真勁！好，先來摸一下，我這邊美男哥跟玉梅姐都好給菜貼塊洗藥房誒，想講一下都沒有利亞島邊嘅中南亞，有乜嘅好教好料，要嘛特色都老太分享嘛。來到中南之愛去個龍鳳五港，石海山，錯，嗰邊唔係清奇新鮮，所以講個船嚟張下來天。 啊，是不是停這個咩？五坡下來，下咗條店人嘅時間，是就開始撲賣出來本人哈。清奇，然後做得去買。哦，對，沒有錯。來到美利亞島邊，基本上都會去龍鳳五港跟島邊，真的，一大觀光景點哦。對啊，呢度呢一片吼，竹南吼，其實大部分已經係講海陸吼。 你有沒有聽過？哪有啊？大部分吧。沒有，好不好？因為我們這兩位就是講吸煙較多，對不對？竹南啊，吸煙較多。竹南哦，海龍真係講海陸較多。哦，啊，所以這邊是故意幫我配兩個海陸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基隆真係講海陸嘅，尤其係老偉哦，你看俺後生哦，仲得落海陸，來撈大家教大家，用辦來大家在岸。啊，厲害哦！你知道他就是做藥師的。哎呦！ 還有帶道具來哦！哇！啊，你那度了是會看兩面，因為係正面反面要注意看一下，然後帶上去，帶上之後，你用隻壓條壓好，鉗好，然後打開來，咁樣就會有面，哦，就會有安全的保護。真嘅係辛苦嘅，因為亞團防疫嘅期間當中啊，所有亞條藥房嘅。 各位藥師哦，真係什麼嘢都感謝。韓國大部分都嘅本嘅專業咩都本到非常嘅辛苦嘅，冇日冇夜。睇下排列咧。只是呀應該較好嘅吧？咧較好嘅，咧疫情哦較緩和咧，所以講咧開始哦，是唔是排列咧做嘅？好，其實呢中南亞島邊還有另外一個別稱，你知道？
哎，该不会就是禁忌的台剧？冇唔錯，呀導演呢其實吼，係要曾經當興邦嘅時節，差唔多有150架嘅做下嘅原子嘅哦，一半以上都係做原子。人家俗稱的地下錢莊。錯，全台灣呢有超過一半以上嘅原子都可以到中南嘅導演來嘅。哦，所以你一片哦，其實動到好高嘅好寬，還有好色嘅。真的，好，先來看一下今日提出來嘅食材係乜嘢？我打開呢本大家看咯。等哦，哎呦，安泰家係乜㗎？它是不是華語的？發記，正經就安泰嘅發記哦。對，係日本嘅發記是安泰。又喊那台哦。哎呦，真的很大，而且講真也拿到安泰炸的發記，沒唔掉你有處理呢。沒關係，我們今天問那個厲害的達人。對了，像一下菜體嘅牛年哦，我想都係陳俊比、陳泰哥。哇，準備泰哥，來。泰哥，嗱你小記下做乜嘅中南嘅發記啊有名啊？因為那個法迪有沒有在我們這邊有沒有？這算是比較一個特殊的漁業啊，一滴雕啊。對，所以這是用吊的。對。哎呦，那這個釣竿一定很大咯。 No， 不是，他們是用那個手釣，那個拿線的方式有沒有？用漁夫利用那種感覺去釣的，不是用漁網的。哦，拼勁一樣嘛。那條發起海釣的時候，會用撈的，撈給小卷用它留起來嘅。這種釣的我第一次看到，這樣很高的技術哦。而且這種比較不會破壞海洋。哦，所以海洋可以繼續永續經營。對，可是來到魚市場最鬧捏的食材，你知道是什麼？啊，叫賣。沒錯，而且都聽不懂。對，對，他們叫的它是有話術的。對。我們這邊比較特別是，我們這大概每天龍鳳漁港大概1點半的時候，我們會進行拍賣。對，然後由那個拍賣員有沒有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有沒有，然後就是來叫賣這樣子，然後價高者得。就是把人去過那個龍鳳漁港嘛，對，那個叫賣真的很快哦。假使你哦滿地哦，你還賣唔到嘞。你基本上要得5公，一般人去買還買唔到哎。基本上都是賣給魚販比較多，對不對？因為他們才聽得懂。就是市場。對。批販，估說陳太公，你喺附近去釣魚誒，也係講去賣魚誒。如果是賣的話，我想聽叫賣聲。哎，對啊，你是負責賣的嗎？都有。哦呦，可以叫看看嗎？這樣這個幾多錢呢？你用100為單位啊。82、83、87、89、88、87、89、88、89、88，有沒有？他用閩南語。你講那麼快，我要怎麼樣加插？哦，就是看一隻手就叫一次，看一隻手就叫。沒有，他是一直喊。哦，喊到停為止。81、83、87、85、86、87、88、88。今天每句逮人馬嘅東西本台卡寫哈。有什麼東西我們大家一起來試試看看。來，該不會是沙西米吧？哎呦，有中哦！哇，穿燙的。哇，這是通安歌聽聽，對不對？對。阿偉，來去看看。哎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東牆來頭哈，日本哈生魚片店的感覺，肉質很豐厚，對，很 Q 啊。蛋腸是就 Q 哦，一下就卡吱，其實很有嚼勁。當台妹世界肉穿當盤啊，當很扎實。要當片。當站的安之聲，好，故說今日體育館呢，就要用下嘅中南嘅鐵山法記來做料理，誰來進行比賽咯？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體育館呢就拿下嘅海產來做料理，雖然講呢，客家人霸山黑，可能對於山產比較知道用料理，可是呢，中南面特別客家人冇用，靠海，因為他們對海產是非常熟悉的。來看看我們厲害的菜名，好，風趣的料理係乜嘅菜名？山地法記。哦，好棒哦！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啊！哎，我們來看看藍隊哦，藍隊今天會做嘅料理係沙茶法記。哦，做沙茶嘅哦。哇！躺起來呢，用出的料理，我們工作人員要先準備飯的哦。好，睇起來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倒數3秒鐘
3、2、1，抢开始！抢开始！讲到两个法基的料理啊，哎，做出有变化没蛮简单，对不对？其實咪重點係佢嘅梅頭，用半音到發記，用梅頭，哎呀重點啦，因為然後那個鮮味又不能係，你睇下食到凍氣嘅，食只食嘅煙梅咗，但是佢都係炒嚟煮，一啲梅頭嘅家己都會當做真的真的，氣煮好食，會氣啊！所以該不會全部做沙西米？唔會吧？那剛剛那道最厲害。對呀，來看呐，來看呐。阿姨提重是，豆腐卡曼你煮出來卡多，六十做要煮，做阿公嘛，做咯。啊好，嗰啲法基迄樣誒肉卡盤，係客體做到嘅，迄到涼風唔講買嘅麼？係。哦，你們也是那個100、200、300、400、400、500克這種？沒。我條就係燕麥、雞泡麥出來。都是從對，一般都會，因為都給拍賣場，其實都是賣給店家，對，一個三比啊，都不卡長接上煮嘛。要煮。啊，等一下，該發記會切過嗎？哎呦，切過，切過，係，要切過的哦。係，掹切咯，係，一下就嚟切，一下就嚟切。繼續加油，等下當做出來吼。移動認真。慢慢的切，你做安家咯？係啊，開始切法呢？係啊，開始咧。人家這姑姑，你叫人家阿姑種嗎？走得啦。你又想幹嘛？你有沒有覺得元香姐講話有條有理的？你也走案情辦個性上呢？怎麼變成嘅呢？我小時候都以為為什麼發記的頭上會長章魚？我想說為什麼這兩種生物這麼的合作？因為我媽媽要走活要長不挨選，然後有一次去市場。我嚇到了，嚇到了。問一下，你切發記的時間，怎麼個撈個筍頭個邊邊那個切的？因為佢哋到當季嘅吼皮會先下崩的嘛，所以讓你切長會強啊，也炒出人會生蠻濟啊。那個皮是一定要先拔掉。對。你落去切起來吼，一塊安尼嘿，把切頭就切起來。看一下有沒有用誒嗎？會啊。我想說這邊最好吃誒。對，等一下會留給你。我小時候都以為為什麼發記的頭上會長章魚？哇！我想說為什麼這兩種生物這麼的合作，一起生活？不然你想象花枝會長什麼樣？因為我小時候吃花枝，你看是就是俩。就是我只吃過這邊，我沒有看過整隻的。對，因為我媽媽要走活了，長不挨選。然後有一次去市場，我嚇到了。全是喉尾部分。這有寫明珠的哦。謝謝都係明珠寫哈。係啊，比較特別的哦。啊，仲嘛嘅發記外配個菇個強下。種菇安尼梅下配下好食啦，下香啊。你有沒有覺得元香姐講話有條有理的？對啊。你也走案情辦個性上呢？哇！怎麼變成嘅呢？好，該繼續，我們等下再回來，然後加油哦！好。即表香油啊？你係用對位。一般人油美油哦。哦，啊表香油。怕糖可能搞不開用白粥。係美油。好先，香嘛先不用落去。一都香香哦，做東西。你都切個發霉凍醬呢？開玩笑。沒切切的切。我們也切切切，很厲害的藥師的。對。啊，藥師的話，你用啥強下開的嗎？佢只做助理。助理是發生在開業前還是開業後？這個。開業後就是開業後找他做助理，然後就升成老闆娘了。對。哦，這個叫近水樓台先得月。看來這個我是不是選錯職業了？我身邊有人呢，也可以看廚師啊。對，都結婚呢，難怪我還嫁不上。對啊，沒有選項。啊，邊比較長的。也還最爛咯。係哦。啊，玉梅姐。對。你幫下做個三杯哦。係從火龍櫻做嘅三杯，還是從黑槓櫻做嘅三杯？黑槓櫻做嘅，冇很甜的，冇很甜的，嘿，那個火要小一點。好了，先過來問一下啦。點嘅炒啊？點嘅炒？切風吹條哦。老闆嘅左撇呢？先到從白香。
而且挑的嘛。系啦，系啦，挑。唔怕唔怕。刚刚那软骨哈，开始。顺便甲量肉打啦。好。迄软骨线紧水系吗？系，唔系先烫过。先烫过。你也是会用餐用饭都穷下报名啊。感情安好。系啊系啊，等你来见面啦。等你见面，用饭安好。见法见面啦。你药局跑到安亲班宣导房，怎么会每天见面？可是像我跟我侄子感情也超好哎。哎，对耶，其实姑姑跟侄子侄女，对啊，应该是超好的。因为就像娘妹也 Q 用，对不对？对呀对呀，谁看都他呀。对呀，就没有听过有姑姑的孩子就像个公主的王子。对呀，那个爸爸妈妈骂小朋友的时候，然后他都跑去找姑姑。没错，因为姑姑就是会买玩具，在说我。你风水对了，差不多抄了，还。韩院对啊，有要风水条草听啊，对，唔是糖果哈，风水条唔是，那种菇有糖果咧。哦，哇，配身美就古道哦。嗯，蘑菇老烩鳝有搭吗？有，很搭。有搭，选对食材了。就都有西式的西式料理也是配软骨哦，海产那个海鳝配那个。它俩是一点点这样时候啊，一些些养它的鲜味哈。对，一点点时候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加偏水哦，偏水一下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过来，加油哦！哦，很香了，好，有香吗？有香啊！有啊！我们刚刚有加什么？帮大家补一下。俺要加几样嘅香油，加一点香油，个米酒、泡油，放落去，你啊俾佢煸一下，俺哋安尼客家人冇说按甜。好容易是它甜，所以今边料理冇当甜。而且在第二次出来还有一种切花枝的比赛哦。对，两家花枝切的好漂亮。芒煮嘅水在喊看唔出来，你下全开发咧，很好看。你下就7点菜，7点菜，咸菜一定非常香。对，这已经不是得味，不用得味的问题，这是不用很多的问题。 7点菜不用落去过后，枸杞米下，淋点酒。哦。啊，米奇听懂会煮菜，煮个偏菜饭的啦。以前有加工加样乡下底，日做煮，安尼咧看到个7点菜有多少钻石嘞？就后生哎，就差不多。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哈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蓝队。好。哦哟，哇，这不同形状哎。啊，沙茶因为伊就切霸吼，所以那个沙茶做的浸到地肚呢。哎。 好面梅，它刚好进去它那个切痕。我发现中南亚岛 V 的发髻真的很厚，对，有厉害，压一给它时间，哦，压肚后要给它时间啊。哦，大概就皮都该沙茶的梅哦。你还马盖啊？蚝油。哦。 所以我哋咩加调油吼，加蚝油，是掺蚝油，因为蚝油就配个沙茶，就把这个沙茶，对对对，哇，真的下料没有在手软，好，差不多喽，好，搅搅下去后生哦，这样拌炒好就可以了。动用，好，来倒数喽，倒数喽，6、5、7、3、2、1。 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体育馆地图，哪部卡米西卡好吃嘞？好，刚刚你的主料理的时间，正经发现到中南亚岛边发髻有那好爽的呢，我全部都按盆又大台的中家都处理到非常的好。先吃红队看看。先吃我的3杯的，可以了就懂享饮食嘞。对呀。色香味，色的部分就先享受你的哈。哦，很香哦。有鹹哈。都香呢。這條發髻一夾放嘅薑麻，很香很食，好好食。當然。好吃啊！凭良心我講吼。 比刚刚陈大哥给的花枝还好吃哦，因为他没有在这边，所以你这样讲。花枝就挑1斤多的最好吃。营养哎，营养哎，太少会得肉。好吃嘛？好吃。你感觉嘞，几做的好吃吗？好吃，又香又甜。看上去滴滴啦啦安用。有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蓝队的。好。
我哋係做沙茶哦，又輕脆，然後風吹挑槍的舌頭哦。那個明珠姐的那個章魚腳要給她。那有寫名字啊？有啊，有觀眾嗌名誒。有啊。我發現安親班老師都很喜歡開這個玩笑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哋要給髮髻就切過，所以那個沙茶嘅醬哦，完全爆到該髮髻地步啊！海該輕脆，然後軟骨，真正當好食。加分哈。闽南講點講咧？好食嗎？好食，卷在夾嘅髮髻哈，要合啊，凍夾，夾袂落，凍較袂多。天哪，竹南的花枝也太好吃了吧！真嘅太厲害了，對一塊是那個俊偉哥帶來嘅那個髮髻涼盤，到現在做出來了，得出一個結論，就會到中南一聽講是髮髻，太好吃了。唔講呢料理嘅方式，還可以拿出國家嘅本地。呢時間來評分呢，先請劉師傅搶分數。哈？耶！唔怕，你下話盧師傅搶分數。哦呦，厲害！劉師傅搶公平。南水嘅雖然炒來要整人當好食啦，唔過佢切嘅髮髻香太低，咬勁啦哈，冇兩片呢按好食。這邊的口感是很非常好的，這邊呢就差了一點點啦。盧師傅很好食台渣的哦。咩解可能香嘅部分，你到要唔解嘅嗰啲有些可能會好鹹一啲啲啦，佢本身解嘅佢可能要鹹嘅，所以佢解嘅唔同我嘅好鹹一啲。你到佢要解嘅沙茶嘅香味啦，佢啲可能兩片嘅味是係講緊中意嘅味道咁樣啦，哦，看以來咧，正經切髮髻因為切非常嘅重要。唔講你米頭都有切解不開，米頭最單調嘅。三下來呢，先休息下，來看下今日謝林師傅帶來嘛4個料理要搞太咖喱。我的就是正統36折。我們來倒數哦。會不會爆掉啊？佢唔會做低啦，佢做低蝕啦。去加工做的，大敗高壓嘅就很明顯就是紅隊會贏。哎呦，冇聽錯哦，今天搶到吼，信上都一走吼，我們是老師級的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劉師傅今日帶來4個料理係乜嘅？髮髻、脆瓜、水餃。哦，髮髻脆餃水餃。因為我對這一碗很有興趣。兩碗，你包水餃，每次包水餃就要用絞肉。對。因為它是髮髻。對。好，然後魚醬係清搭嘅。哦。你係魚醬。都是海鮮。然後海鮮清搭嘅。所以個唔是調麥嘅米絲，髮髻而是髮髻嘅鹽米，但係髮髻就切開。我看你有放胡椒粉。對，胡椒粉嗰啲啲客家人嘅香油。你係乜嘅？芥末醬，但係咪做得溫來食咧？好，你啊做起個10條嘅個酸刺啊，調油啊，係酸甜辣香油一啲咧。你啊芹菜油，等下倒落去嘅，倒落去嘅芹菜頭葱嘅油，倒落去嘅。嘿，做安尼啲當簡單，嘿，規下爆落去嘅。兩個咧，該做擺盤的呀，等下這個菜，這個是走在上過貓，總在上色。哦，擺盤聽聽哦。還有那兩下倒水分的弄，冇愛。誒，你發現到切菜掛嘅是隻弄唔愛哦。弄佢還會出水啊。最好吃的就是該弄誒。每個有包我水餃地圖，做唔得調色吧？哦。你係切個種嘅菜掛啦，我切油油誒。太家豆腐卡這個寶本辣葉啊，筍內色咯，他把醬料先都把它。那料嘅全部疊落來，全部1比1差唔多啦，就1比1去。記住下油。所以你要50線同個。50，全部係生嘅包，全部切圓呢就好咧，50切到貼嘅。誒，像你髮髻做啲剁成那種髮髻醬嗎？剁面面就冇嘅口感黏黏。行嗰個食得出嘅用 QQ 嘅感覺啦。QQ 又有口感，又唔會跳軟。我覺得包水餃就是要全家一起包，對，那種感覺親厚，小時候才有包，而且這時間還有出那包水餃器耶。真的哦，用過嗎？有啦，很不好用哦。說一壓就可以包起來，它是這樣子折回來這樣。還可以用素包誒，較有感覺誒。那老師，你有推薦什麼樣的魚的魚漿嗎？你係旗魚嘅魚漿，你要記。一般都還會摘的那個鬼頭刀。
嘿，下去紧哦。他们做鱼浆是因为的话它，粘性比较够吗？诶，唔系啦，去打酱打到绵绵甲下有冇？你加滴滴咧煮油落去。太家豆腐卡爆水饺要加麻料诶，会刚刚还有加。信上公会包那个卜卦哈，铺啦，不会啦，不会，还会干嘛改？高丽菜，高丽高丽菜、菜、韭韭菜。菜，它精美味哈。来，我搅好了，哈，放一滴滴的调油，一滴滴的调油，我加又放胡椒粉，好，一滴滴的就好，冇上到，嘿，要加香油吗？不是，唔是，但那葱加，葱就有诶，嘿，加油葱加就有香油诶，还就开始来包了，你有菜瓜，看一下包水饺，我有包上会讲，有36折吗？诶，没有，这包36折不折了，那是小笼包啦。我也要包， OK， 我要包看看，一边3折就可以了，会比较我的那个。就是正统36折。啊，紧进去30，好，我们来倒数哦。那我包掉只能包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有水咩？嘿，不用。唔是，也係啷個？你係安尼嘅，你唔將佢做濕濕嘅嚇，濕濕佢唔可以再個出水，你旁邊就慢慢的嘿。你有菜瓜呢？菜瓜就不用加滴滴的落去，就有菜瓜等那個食起來米絲就冇香樣。明珠姐现在在28、27、26哦，爆胎了。姐这个哈有练过的，那等一下这个要写名字哦。來，这会不会爆掉啊？哎呀，好的，差好多哦。好漂亮啊对不起，我的还是不要承认是我包的好。哎，谢李师傅帮我懂奖哎，这样哈，來這個好厉害，这就不用拍特写了哦，不用拍对照圖。哎，要用的煮水饺要不要教大家一下？水滾呢，不用讓一下就好嘞。哦，可是冷凍庫拿下來是要冷水開始煮嘛，哈。老師跟弄木 S 唔會少少嘿，從弄木誒，你啲烏卡爆水餃，係絲瓜用水瓜弄木誒，弄誒落去，佢就會濕濕哦。嘿，錯，會出水的。會出水。那剩下來的弄還可以做什麼料理啊？弄啊，煮湯、煮水瓜、炒鹹的啊。面啊。哦，海產粥啊，對啦。哇，哎，它好快就浮起來了。對，你要統凍加一下魚漿的熟度跟絞肉是不太一樣，魚漿可能比較快哈。主要給它唔要冷凍誒，先爆的一斤都一下下就好。一下煮好誒。唔看等下煮，看你都加綠油油，唔看。cái xoay quả绿油油啲嘅度。誒，估數吹quả老呀嘅發結凍夾。下熱你未做得。吹quả結老開散凍得。鮮甜。對。哦，今年會發嗎？該。你們廚師真的很愛畫畫。那老師，你剛剛沒有介紹這個醬。啊，係先啦。呢隻醬啊，哈，係藍莓醬啊。哦。但它還要畫甜甜酸酸的。你看好了。哦，好嘞哦。滾熱了。我流混重呢。係啦，你凍加。那像這種用魚漿包的水餃，也是看它表皮有一點蓬起來嗎？就浮起來就可以，大概就可以，因為那薄薄的一層而已，唔會凍嗰種咧。它夾熟係啊。它夾熟，它夾熟哈。是豆漿哈。我覺得顏色好像那種翡翠元寶哦。豆漿。對，翡翠。熟的。其實煮魚都要圈凍醬啊。看起來真的濃厚深哎，透明的。對，是豆漿。哎，新港球，餛飩沒做對嗎？餛飩沒做的。我覺得我的那個會壞了你的擺盤，還很愛顯色特好哎。你真的知道哪一個哦？我覺得都很漂亮哎。很明顯。啊，老師，你怎麼個會想到水餃會搭配那個藍莓醬啊？還有因為水餃是酸，等下是原味。原味沾的人再沾吶。其實吃原味是最棒的啦。好想畫哦，紅花綠葉啦。這樣哦。哎，點綴下下。哦，要這樣哦。哦，它就是 tomato。哦。這個就是要嗆贏哈，跟下張有按胎神一啊。係有呀。用渣做好咧。係完成。好，按用花枝吹quả水餃就好食咯。金元寶那一部卡做4類豆呢，先來出題目。
发髻有安怎么个呢 ？A 墨鱼 ，B 小卷。哦，刘平先去打包呢哦。先放下，先猜拳。好，来，我们派出闽南歌。好，那我们派出老魏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你那不要脸。来，先讲原味。莫文打哎，那马该马该。墨鱼。 A 墨鱼。答案是 A 墨鱼啦。耶！你怎么改的？你也有吐啊吼，发髻伊迄皮皮，太太，啊，个你旁边有安尼呢花，裙摆嘿，有裙摆的啦哈，有那乌贼啦，墨鱼啊，嘿咩小卷呢，里面圆短型的啦，不过其他尖啦，圆锥形的啦，也做那套挑小卷，安尼，受惯呢。寿冠呢，嘿，做安尼。好，长知识了。古时候那个发髻没有老妹唔系穷用的啦哈。不管如何，还是我们可以吃而已。对啊，太开心了！来，等一下大家持续嘅需要會撈大家講哦。好，海參年雄竟然上啊，因為我怕本身幾條條本呢。还可以是，那顯示給原味，要顯示給原味，這樣嘞，嘿，一口原味，這樣子沾那個醬汁。對，我來不及了。好好吃哦，好吃。我們誰可以讓大家看一下裡面包的？超扎實的料，哇，好漂還有個亮哦！凍起條，對，好甜。仲針對誒。配什麼配安河呢？藍莓醬又另外試款嗎？好吃啊，酸酸甜甜的。對，然後食有個 Q，海參的豉油含到底度，脆瓜凍甜。闽南狗知道好什麼？好食，好食。有脆瓜落嘅種係咩種啊？當格、凍當噶。盒啊。啊，你擺豆腐卡做按用了吃做看呐，按用最高呢就行的變法咯。好，但是要老太太講一下，踢館平手，一天勝負馬啥不贏，馬啥喺天一秒呢就會最杯米一關呢。誰來進行最杯米一關的挑戰咯？我係太總譜，用嘴巴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聽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才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啊，要最杯米一關料理接力賽，講真嘅呢就會主持人大挑戰的啦。大敗高壓嘅就很明顯就是紅隊會贏。哎呦，冇聽錯哦！就是我又對元香姐很排斥。因為搶到吼，線上來走吼，我們是老師級的。真嘅就係每搶國前每周就好誒。先來公布佢咩菜色嘛？好，你靠台這個係客家米線木。客家米線木。那我們就來抽棒次哦。來走在告本信上啦。你自己的事情自己面對。那我們先剪刀石頭布，好嗎？加油！快馬上先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你先來。好，那我就這個了。1、2、3。馬蓋，你聽你嘅蠻重要的。看過走的。好，你還往來了哦。你覺得哪一個好？哪一個面向比較好？你右手側。好，右手邊。1、2、3。哎呦，打挑喵！他最不會切東打西挑喵！哎呦，今天打挑喵了。先來宣布一下得獎感言。麥克風給你。謝謝。撞到。謝謝各位，當中評來嚟參加哦。好了。你第幾名啊？好，不管用板凳海呢，正經料理將提供馬啥係素養吼，誰來進行挑戰咯？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哇，伯謙又拿最大的一把刀來切香菇了哦。我們馬上先攞一塊伯謙一下。好。韓國做得啦，韓做得是啦。自家講做的。你看大小適中啊，切得動這樣哦。係冇，你學邏輯咧，叫我切到太細細哦。等下切豆腐哦。冇。最近又變胖了哈。對啊，哎呀。怎麼樣？是安好了。幸福肥嗎？因為第2季吼來賓更厲害了。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比你更差。一車都按呢啊。差不多3階了。嘿。好。你咁平台呢，當唔會哦。好嘅哈。會切。不要發抖，不要發抖。數目贏準啊，寶貝。
好，我觉得在这里他会紧张。对，因为有你的压力。我们先走好了哈，我们派摄影机在这里监控你。好。呢度要用冲挑诶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菜冲挑唔是切到老嘅哦，伊老米起木中央床。中央床，嘿，你做到香菇中央，一开咧。你做嘛个会想到安尼煮呢？嘿，我想你到米丝吼，一片粥，一片粥，哦，一片粥。先一模拍拍停呢。有呀，代表我美男哥代表回答。有呀。这米丝啊，这边要甜啊。嘿。之前啊，你是割磨丝甜的时间是点心了，是不是用米奇木了？你不能越甜的时间哈，所以用番茄、用토마토的时间，用个蒜米啊，它可以，开皮，唔是加油葱吼，唔是，冇一定讲加油葱咋国家米丝冇中央，它清，它清。啊，你要很轻的路线呐。第二棒了吗？你要煮哈，好，問天意計啦，問先加油嘛哈，先加油，哦，我搞到嘞。哦，你这人家做嘛啊？我做完所有配料了。多一点。那么厉害呀！哦，你们有先腌肉呢？怎么样？你刚才的手还好吗？哎，毛流血。毛流血哈。现在狂给片动脑面。来了！这边要发出一些声音，你们就过来了啦。江湖再走，镜头要有。哇！炒米线冇最传统的做法了哦。传统。会惊艳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好不错。我们做的味道呢，老爹给传统的哈嘎米卡莫 Q 用。因为你看我们家头麻豆哦。对，对耶。我刚才看你的香菇是切一条一条的嘛？上讲吼，老跟米线冇差不多。OK， 我们切的呢是有不同口感，冇 Q 用嘅馅呢有冇 Q 感，对不对？玉梅姐要它做清凉讲嘅，它。该酱系嘛？该酱啊？那酱系咁样啊，蚝油，蚝油。对。我吃到面煮总会卡个夹贝啲个料，哎，你看下个脆好吗？先不给。这面煮会甜哦，不要回来了。你下看阿姑哦，阿姑用切好了哦。哦，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腌肉哈。来嘞。调酒哈，韩国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加香油吗？唔是。米酒咩唔是？唔是啊，香唔怕。等一下炒。我们特别选用的是里脊肉。对。唔会按配啊。唔会按色啦。里脊肉唔按色。佢个调节啦。因为你还会调滚了哦。好。雞頭重新凍流嘢啦。雞頭凍流嘢呢，抱歉。好。一面煮凍流嘢咯。先不你冰落去，等下再過來看嘢。你先你看這片凍流嘢。來了，那個嗶嗶啵啵。對。哦。啊，沒事啦，沒事啦。碎，我看到哈嘞哈。虛驚一場。對，剛剛是這邊自己放特效聲音啊。因為沒有某人注意，我就做唔得啦，全部做肉給片上去嘅啦。玉梅姐是很有鏡頭意識的。所以這邊要發出一些聲音，你們就過來了啦。江湖再走，鏡頭要有。對。看這個會更亮哦。外國去啦。我們現在換炒這個開蔥條。玉梅姐為什麼用紫洋蔥啊？因為紫洋蔥和這個紅番這頭麻豆皮來食醬啊，哎，貼配切美嘞。拿起來用可以的，甩一甩。對。哇！啊，你也是他切的哈，做的連下用頭麻豆嘞。頭麻豆不用阿姨啊。突然覺得這道菜是不是加那個豆乾也很好吃？孔英幾個好是嘛？改東西圈走得。我先強調一下，開蔥條是可以吃涼拌的，待會吃到沒有軟的不要。那對，這個是比較甜的。還有你太敏感了，比較太敏感，特別對你講，特別對你講。好，來先過一款亂煮哦。哇！有沒有香噴噴？超級非常的香哦。一啲味要買㗎。要香菇。還有蝦仁。蝦仁，韓國牛。里脊肉先別香了。我們今天有特別帶油蔥來哦。等一下加胡椒粉啊哈。好，落味。好，黃英加椒。放來，但胡椒粉。
哇，你还嘴用哎！我们画龙点睛就在这里了。油葱动用。决胜负的关键就是猪肉。对。我怀疑你的猪肉是硬的。我加油菜。不会，我们选的是特别前头一点的里脊肉，因为你切的含样。就用美来切。好了，去看我们那边了。好。你会惊艳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好复杂。有没有？刚加什么汁？只有加蚝油膏哦，捞水。料加副教哦。我们这个是有创新的味道的哦。可是呢，客家的边香还是吃得到。不要给香菇的米头，对。而且要去料理，我们顾到营养价值，有茄红素。对，然后顾说给它水都可以被 hit， 那它茄红素可以更多的释放出来。按用应该提供的咖粉啊哈。还有，好，谢谢。有糖豆，很多从头哈也增强免疫力。对，要听药师的话。对。OK， 因为药师都会做出来时间是先顾到什么？营养、健康、养生，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就是良药苦口嘛。我也是干过来用了。看多细心，连菜猪第二光线标哦。连米奇木，两下去调一下。拉猪后唔是讲，唔是讲听。这样会冲走是吗？唔係，這樣調變唔轉來。哦。手給你擦。水对，那个味道也要均匀，对不对？拌一拌就够了。冇是等一下就都有啪啪嘅。不給做到一種比例嘅重要。一邊蛋白。加油加油！嗰一 K 面下，你差不多了啊。差不多了。先給你攪拌一下。你炒一下，你嗰啲菌嘅啲咩挪威。哇！炒米線冇最傳統嘅做法咧哦。客家梅。傳統。等一下，每一條都要有味道哦。对，来，我先試吃一下。好。你係冇冤啊，你炒冤來啊。像我炒米線，冇改須這些條條分明，像炒飯就是粒粒分明。对。很細心的，一條一條用分開來。有香嗎？有，凍好食哦。凍好食哦。咩蛋腸好食甜甜哦，凍好食哦。凍好食。这样这边好了，我们赶快去那边。好。也拍出来肉软的，直接是做得的。两边做的完全冇窮了哈。你都有做的係有點湯湯的、水水的凍好食。你都有做嘅係燥燥的，像係炒米線冇咁用。我們差不多倒數了。你中盤了喲。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打算來吃看啊！最杯面一罐奶富卡，張係你嘅體重負咧。最杯面一罐咯，炒鴨嘅米奇木，雖然講大家大部分都會炒，可是很明顯的看出利用咖黑冇叫米頭誒，做法沒冇強。對。先来是我这边创新版的，而且明珠姐刚刚有交代，一定要从下面开始捞。哎，对，拜托一下，有寿司的部分，有没有看到那个烟？哦，那个烟底都带着我们的那个香气。哦，你都有个撩动豆呢。而且我的料一定要吃看，我的猪肉一定是非常好吃，有些卤沟。哦，冻香咩？真情后生。知道我的嫩嫩的猪肉吗？那其实还有哦。是雪朵那个 tomato 的那个酸甜感，好好吃哦。我是用个米线，我做的安用走呢，很惊艳吧？虽然冇加油葱，油葱会翻太 tomato 的米头，对不对？好。而且你们的时间哦，抓的刚刚好，有入味。好吃。好，两下饭冷水哦，那就系炒燥燥的哦，最传统的做法，要从阿婆嘅梅豉。哦呦，又是很香。对，谢谢。就皮肉嘅夫教粉哦。还有快脆，谢谢。对，大家试看哦。先皮一下哈，冻香哈。油葱正经系画龙点睛。好食。當有客家嘅做皮嘅傳統，做扮演嘅做米線。啊，闽南阿哥，你有上到你自家阿婆嗎？愛上堂愛講，阿婆也就上堂上愛講。我上堂一間呀，因為當為主。挪威有滿意嗎？滿意。好，等下呢，競總嘅時間有到位吼，提前呢先來搶劉師傅搶本分數。當然本呢？對，真的。謝謝謝謝。
好，唔怕，两下吧。卢师傅抢本复数。哎呦！哎呦！来，公平一下。两队用吹出等后生啦。真嘅讲实问题我想唔到讲，头马都按你炒，加米奇莫，我又按你米丝出来。你下咧，前面唔係下面滴滴咧，真嘅好食啦。黃盧師傅講看，係呢啲兩片春嚟，我就但是今年嘅題目係嗌出嚟嘛，出嚟係客家題目，所以嗌係咧本啲梅頭香係本啲係客家嘅，你係梅是香味吼，為本啲分數啊。呢兩片係創意嘅分數未動過啦，但是今年係題目嘅問題，後嗌係嚟本兩片就分數。哦，經過今日非常緊張嘅比賽過後呢，最背面嘅成績，尤其馮翠得到2分，藍翠妹得到2分，都係提名，恭喜！恭喜！好，馮翠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。謝謝。恭喜！咱翠妹做得到2500嘅加菜金。好，先來談一下閩南歌要拜參加新的，你大家來分享一下。你了種個一家之主啊，了種個主題啊，真好。做得發揚你客家嘅精神。所以講你後生時代唔好忘記。講啦。要繼續傳下去。好，用米字咧，你大家來分享一下。正經按照客家美食嚇流傳下去，本下一代所以都按你客家美食，安子生。請問。今年有兩組圈得到吼2500克哦，問一下羅威吼，你阿請來溜電也係搬阿姑啊。我溜電啊，賣東西搬阿姑啊。哦，好啦，今年你參加心得要問嘅，撈大家分享一下。感謝你哋節目，本來咯阿姑嘅感情會見到見好。因為我連續了就出現，原來咯阿姑是兩個人近排暗部跳下班。都無卡聯繫，無卡嘅美食動作，緊是緊睇。我跟你講，剛剛第一道他們那個發地哦，而且剛賣了差不多有5-6隻來做誒。錢給女怕就唔撈。有開心啦哈，最後的結果是好的。那阿姑咧？當翻伊了一家之主，俺個朱春英的老師哦，俺你老客家文化哦，全部保存着。希望來每全部改行音，到了全部傳下來。好，希望你。今日嘅比賽呢，算係非常嘅緊張，因為呢兩組嘅實力都係10分嘅強，都係拿出烏卡最菜題嘅好味道。希望你也都來參加哦。謝謝。係啊，雖然哦，佢兩組吼，唔係專業來做菜，唔係佢做出來嘅菜哦，真正動專業。所以希望哦，還有哪一家人很厲害？還是我們姑侄隊，或者是夫妻檔圈走的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要培養太起家，向下來學習，向下來報名，等你出現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